我们淡水教会的长老，还有弟兄姐妹，我的好同工俊豪牧师，还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想在今天非常的高兴，贵教会能够看见韩系教会在社区宣教的一些需要，你们愿意用祷告跟奉献来支持我们的需要。我想在今天这个早晨要跟你们分享主题是以小博大，逆转胜。以小博大，逆转胜，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我想在运动场上有一个以小博大的真实故事哈。那它是发生在2003年佛罗里达的马林鱼队在美国职棒大联盟以4胜2负的成绩提前赢得总冠军，而逆转胜，而惊震了全国。在当时的富士比的公布年度的最佳的这一个资讯里面，那当时整个大联盟最有钱的球队就是洋基队，他当时的身价是1122亿，而马林鱼队它是新台币210亿，是全联盟的最后。我们看见洋基队它有116年的队龄，而马林鱼队有25年的队龄。那洋基队过去我们看见有坐拥许多的球星，像基特、阿布瑞尤，还有非常有名的投手萨巴西亚，他们的终结投手迪维拉，还有他们目前最有名的日籍的投手田中将大，以及非常有名的捕手叫普萨达。而洋基队过去拿过27次的总冠军，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马林鱼队却买不起许多的大明星，但是他们能够赢得整个美国全联盟的职棒的总冠军，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以小博大的一个逆转胜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我想在3000年前，在古巴勒斯坦的一个战场上面，有一名叫大卫的牧羊少年，他仅用1颗石头跟投石器，就击倒一位身材高大勇猛的战士，名叫歌利亚。从此，大卫跟歌利亚这个故事就代表着烈士跟巨人之战，也代表着以小博大、逆转胜的见证。我想从这个地方看见大卫的胜利，他提醒我们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找出我们的优势。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17章的38节，扫罗王看见大卫他要对战歌利亚这个巨人，所以他就劝大卫说：你不要去，你的年纪太轻了，你的身材太娇小了。歌利亚乃是一代巨人，他孔武有力之外，他从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战士。大卫跟以利亚的征战简直是以软击石，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却说：我曾经为我的父亲来放羊，结果狮子他把我父亲的羊羔咬走，我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狮子口中救出来。当大卫这样子来说的时候，扫罗看到大卫心意已决，就说：好吧，大卫，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就把自己的战衣跟铜盔，还有他的这一个所有的武器，就拿给大卫，他的盔甲就拿给大卫穿。结果我们可想而知，大卫穿下去是非常的不合身，绑手绑脚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大卫连走路都非常的困难，不太习惯。于是大卫呢，干脆脱下扫罗他的战衣，然后呢与歌利亚征战，而且征战得胜。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知道他的优势，同时他也知道敌人的缺点。人长得高，行动必定不会这么灵活，而大卫他不穿笨重的战衣，是大卫知道自己的优势是移动非常灵活，
然后他带着他的秘密武器，他所擅长的武器，这个投石器，而且他装填石头的速度又非常的快，而投石器成为他最擅长的一个武器之后呢，我们看见他拿着他所优势的，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所及的，我们看见成功与战胜的几率就非常的大。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更大、更强、更富必然对我们有利。有一本书叫《以小博大》，它的作者叫做格拉威尔。他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谈到强弱的法则，也就是说，这些逆转命运的弱者的群像里面，他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启示。他说：强者未必强，弱者未必弱。我们以为是优势的，因为大意、骄傲、小看了对手，就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陷阱。我们以为劣势的，其实真正在当中蕴含了许多成功的机会。原住民的小型教会，原住民的这个教会大概50个以下的，特别是在我们泰尔宗会，最近我们在开会讨论，大概泰尔宗会119间里面，50人以下的就占2/3。原住民的小型教会以及牧者在牧会，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去将其他教会成功的模式跟经验加诸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不断的用他们的方式来复制。我们应该要看见、寻找自己教会的优势，发挥我们的优势，执行我们的优势，才有可能在宣教上有所突破。就像泰尔宗会的司马库斯上帝的部落一样，他们是用共同经营管理彼此分享。我们看到阿美宗会达布兰教会被称为黑暗部落，他们是用竞争产业来带动整个产业宣教的发展。当然，在今天我也要谈到韩西教会。韩西教会它被称为雨的故乡。如果你们仔细的看，一年的降雨量，现在基隆已经输给韩西部落了。你可以看到，特别是台风洪台时阵韩西的降雨量是全国之冠啊。被称为雨的故乡的韩西教会，我们看见幸福长者友善教会，我们看见部落的青年、部落教会的青年，他们返乡来成为服事的团队。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最美的见证。第二个，我们从今天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第二个事实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看到大卫歌利亚征战的武器是他经常拿在手上的甩石器，我想这是他最擅长的，他最熟悉的。但是如果大卫他没有经常去使用这个投石器，而让它生锈、没有保养、查看它磨损的情况，我想大卫跟歌利亚两边真正的对战的时候，可能这个武器锈掉、坏掉而不能使用。而他当时认为是自己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呢，就会瞬间变成为他的劣势。在7年前，师母的姑丈，在韩西部落大概500公尺左右的地方，那他有一个公寮养鸡的公寮在那里。有一天早上，他一大早到那个公寮里面去，就听到山猪好像这一个喊叫，这个山猪这个叫的声音。结果他一起来看见，就听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知道那附近，因为我们原住民都知道哪一个传统领域在西啦山脊上，谁放的陷阱我们都知道。他知道那个地方是他的表弟或者是他的这一个亲友放的陷阱，抓到山猪。因为那山猪一直在叫是被抓到的那种吼那种叫声。他就起来。他想到说，如果那个山猪，我们泰族的嘎嘎是这样，山猪如果说人家放的陷阱抓到，我们看到路过，我们看到我们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看到之后回去报告；第二个，我们看到之后把猪这一个抓起来，然后带到原有的这个放陷阱的这个主人那边，他就会把山猪分一半给我们。
这就是一个分享哈。我们泰雅族是一个分享的民族，所以他想到说，哎，干脆就帮忙把这个猪杀了，然后背到那个主人这个陷阱主人的家中。他起来，然后他听到这一个山猪的那种嘶吼声哈，他刀子也忘记磨了，因为我爸爸是一个乌来的老猎人哈，那我是家里的长子，我从小国小还没有上国小之前，经常跟爸爸去河里面射鱼，然后放陷阱，然后去打猎。那我知道我父亲他在前一天晚上，他一定会准备2把刀，一把是正刀放在他的腰间，一把是副刀。那因为你如果杀山猪后，有山猪很聪明啊，有时候你这样子要刺它的时候，它会侧着来，快到的时候就这样，就会把你的刀抵住，或者是你刺它的时候，它会把你的刀把它摇起来，放在它的这一个活动范围，你就没有办法去把那个刀拿起来，所以他就准备一个副刀。师母的这个姑丈呢，他没有磨那个刀子哈。那我父亲要去上山之前，一定会把刀磨得亮亮，而且我爸爸的习惯哈，这样弄完就要吐口水在这个大拇指啊，然后他就刀这样，这个哪里没有很锐利，他在磨哈。那师母的姑丈呢，因为可能紧张起来，那他的刀生锈，然后他就到现场去，看见果然山猪大概150斤，就是被陷阱抓到，然后他还有他的这一个活动范围被抓到哈，还有他活动范围。那看到之后，他刀柄已经放上去，然后准备要刺的时候，那他有正中目标，但是因为刀没有磨。那个刀钝的，所以吃下去的时候呢，就吃到皮，然后山猪就把那个刀就这样子甩掉，刀甩掉之后，他就跌倒，他就在山猪的这个夹道势力范围里面，大概没有多久，活生生的被山猪咬死，而且被咬的很不好看哈，就是整个身体，然后那山猪就是把人就是架在上面，山猪在上面。就用他的獠牙就这样子一直磨他的脸啊身体哈，所以整个身体不是非常的完整哈。那之后因为村民看见就知道说，那么久怎么出去哈，所以没有看到他，所以去找，最后就看见他躺在那方，这个血流成河哈，然后已经没有生命气息了。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见证？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工具要准备好。我们看到大卫也是一样，他对歌利亚的征战，他必须要把他的投石器、他的石头各方面都准备好了。而且他在找石头的时候，也是一个配搏，你不能找三角的，也不能，而是找非常圆滑的，因为你如果找三角的话，那个距离它一定会飘，它一定会这个随便飘。如果是圆的话，它的那一个直线的那样子的一个速度跟方向会比较正中目标。我想10年前我来到韩熙教会，我2008年11月8号就任，那将近9年多快10年。那我来到韩熙教会，来到韩熙部落，看见年轻人外流非常严重，然后青壮年出去工作，我也看见老人开始凋零。那孩童下课4点之后，没有人去关心跟陪伴，于是教会就开始做老人关怀站跟送餐的社区宣教工作，也做了儿童课辅班。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经常祷告、关心、陪伴。这当时是我们部落的烈士，教会看见部落的烈士，在这个部落的烈士当中，我付出了实际的关心跟操练，烈士就成为我们的优势。我们于是这10年当中，呼召了教会4位青年部落青年返乡，然后资源整合。这4位青年呢，也成为我在教会韩熙教会的干事，然后成为我的团队的服事的同工。那在教会的工作上，在社区的宣教事工上，有所突破。不仅老人、青年、孩子到教会，连同父母亲也受洗而信主。更重要的是，我们当部落的这个天主教，过去是非常的对立，两间教派是非常对立。
因为这10年的关心，两间教会非常的合一。我们每3个月有一次3个教派的合一的聚会。好，那这一季是在天主教，我们就请神父带他们的聚会。虽然他们的玫瑰经很难念，然后要念很久，但是我们很尊重，然后跟他们一起做礼拜，然后我们会跟几个另外的教派，我们就这样轮流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社区宣教的工作，关怀老人、关怀儿童，然后部落青年返乡，让整个教会、整个部落因为教派的合一而看见彼此相爱，上帝的彼此相爱的那种信心也在我们的当中。第3个，我想从大卫对上歌利亚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勇者无惧如果大卫他找到他的优势发挥了，他也懂得将他的武器、他的优势来复习、操练、保养。如果这些都有，但是大卫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信心，他没有那种勇敢的心，他不敢上战场。即使他占尽了许多的优势，而失去了气势、害怕，我想这场战争是没有办法得胜的。大卫他赢得理所当然，是因为虽然大卫当时在歌利亚的非利士人当中是弱者，是一个非常娇小的人，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并不胆怯，他勇敢地选择了自己有利的战场跟工具，最后一代歌利亚巨人应声倒地。有时候要成功与改变，我们万事都预备好了，但是可能只差就是一颗勇者无惧的信心 ，Amen。勇者无惧的信心。有时候我们想到说，主流好像永远都是对。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事情、艰难的事情、痛苦的事情，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个童年的这一个记忆，好像觉得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好的。其实这些东西，如果到最后我们竟然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有益处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看见天生残疾。我们看见，如果带着一颗勇者无惧的信心，其实是帮我们一个大忙，让我们在弱势的情况跟家庭背景当中，时常会逆转胜。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来到台湾的利克胡泽，他生下来就没有四肢，25岁的澳洲青年，他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让我们看见他2005年得到澳洲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就是杰出的澳洲青年奖。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经常到世界各个国家，到亚洲、非洲、欧洲去分享，然后去做励志的一个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经常透过人生的经历，然后激励好几百万的群众。事实上，我们看见他的人生从别人的眼中一无所有，变得一无所缺。一无所有，但是我们看见他却对自己说他是一无所缺。面对人生的逆境，立刻胡哲他积极勇敢的面对他的人生。他说：“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四肢，而是没有生存希望跟目标。如果我们只有记得，或者是只挂念着我们现在拥有的，或者是欠缺的东西，而不去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其实那样根本没有办法改变问题。而真正的改变命运的，不是我们生活的机遇，而是我们存着一颗勇敢面对事实的态度。”我想这是立克胡哲他在分享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所谓的巨人，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你在工作上、在你学业上的强劲的对手；或许在军队有强壮的战士。这个巨人可能是你人生现在面对的困境、灾难、疾病、迫害，或者在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都潜藏着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坚不可摧的隐形巨人在我们的当中。或许是我们自己生理上的一些疾病，社会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种族的一些歧视，或实力悬殊的，或者是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学识各方面都不同。或许这一个
歌利亚这个巨人，他可能是在牧会当中小型教会的自卑感、无望、没有盼望，可能都包含在里面。在巨人面前，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的脆弱，而忽略了我们潜藏最大的优势。撒母耳记上的17章37节的后半节里面，扫罗他看见大卫心意已决，用他年轻而且娇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材要去对战那巨大的歌利亚的时候，扫罗就对大卫说：“扫罗，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勇敢的去吧，找到你的优势，善用你，维护你手中的各样资源，刚强壮胆的去征战。”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的17章45节，我们看大卫，他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特别在最后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37节里，在47节的后半，他特别讲到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这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感谢上帝，透过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思想，我们虽然有时候处在劣势，可能居在下风时，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找到人生的关键？要有无惧的信心，能够善用我们的优势，并且看见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随时以小博大，在生命当中来逆转胜，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征战的这样的胜败乃是在乎于耶和华。另外，更大、更强、更富不一定是优势，颠覆传统的思维，让其他人看见弱者的力量。我想这是今天我在这一个圣经里面，在主日的早晨跟你分享，我们随时都有生命中的巨人挡在我们的前面，不论是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孩子的叛逆、经济的各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身体上的疾病，但是不要忘记，靠着耶和华，我们能够以小博大，逆转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透过大卫他对战歌利亚的故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虽小，但是在我们里面的要比那个外面的更大，在我们的背后是万军之耶和华，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再次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成为合乎上帝的器皿。主，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的恩赐就是我们的优势，运用恩赐优势来服侍你，让我们随处征战得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